謝嘅。今晚其實係多謝。其實今晚係好開心嘅，參加尹光08好過癮演唱會。其實同光哥嘅合作10年前已經係有灌錄唱碟㗎啦。咁10年時間真係過得好快，亦都差唔多10年，亦都冇見過光哥。咁今日能夠參加呢個演唱會，覺得非常之開心同埋高興嘅。咁本來呢，因為我係唱粵曲做粵劇嘅，好想今晚唱一首粵曲同大家分享嘅。但係光哥話淑勤，今晚呢個演唱會大家都係唱小曲同埋唱時代曲為主，不如你都唱小曲啦。咁我話好啦，我都唱小曲啦。所以為大家再獻上一首嘅係大家非常非常熟悉嘅，亦都比較輕快嘅《紅豆相思》。